来人！大王，快宣太医，女爷醒了。是。大王，八子，你这身子还没好呢。这就是和氏璧。让太医检查过来，只是那个匣子里有机关藏有毒针，和氏璧上并没有毒。好好看看他，你为了他差点丧命。这块玉伤了多少人的心呢？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去见楚厉王、楚武王，可玉宫们一口咬定这是块普通石头。结果两代君王均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右脚。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淌在宝玉上的全是血。有何不妥？快过，把它拿走。尽管它足以乱真，但这块玉绝不是和氏璧。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玉，做工精巧，白璧无瑕，在我秦宫里也很难找出同样品格的好玉。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的？就因为它过于白璧无瑕。大王，臣妾刚刚提到过，卞和曾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和氏璧上沾满了他的血泪。此玉有灵性，卞和的血泪即刻沁入玉中。尽管后来楚文王曾让玉工们剖开宝玉，细心打磨，但碧玉里仍留下了几处血丝。屈子曾在朝阳家欣赏过这块宝玉，说那发丝般的血迹一般人很难发现，但放在光亮之处却尤为明显。如此说来，果真不是和氏璧。是谁这样处心积虑？和氏璧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，岂容混淆？那人这么做，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谋利。瞧你这孩子，有话不会慢慢说吗？这身子还那么虚，就劳心劳肺的。来来来，赶紧躺下。这汤水越来越浑了。八子真是命大，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妹妹别太伤心了，调养段时间，身子会好的。是啊，等八子养好了，照样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哪里是在为自己的容貌叹息？我是想我这一病，不知又得罪了多少人。这些日子我明明见好，可除了2位姐姐，宫里无人肯理睬我，连王后都不来看我。八子为何要惦记王后啊？是她的解药救了我的命，我总该当面谢她。
你们这是齐心要瞒我什么？前些日子我命如寒蝉，岌岌可危，宫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女医治说了，你全身经脉均伤，要心无旁骛才能调养好。等过些日子你腿脚利落了，再知道也不迟。姑姑这么一说，我就更躺不住了。你们若不告诉我，我去问大王。哎，八子真是倔强，你赶快躺好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呀，就不要想着惦记王后了，更不要在大王跟前提及王后。如今王后已是戴罪之身。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只有大监最清楚，我们也是从他嘴里听到三言两语，才略知眉目。拜见大王。基地免礼。听说芈八子已无大碍，恭喜大王。虽然已经好些了，但身子还是过于虚弱，仍需要静养。和氏璧一案还辨不出黑白，吴国为秦之事重中之重，是否考虑派张仪出使游说，分化列国？张仪身处嫌疑，恐难再为国相。王后乃后宫之人，臣不敢擅作主张。张子有才，有才不忠，比无才更甚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大王，老奴让他在外候着呢。他这么弱的身子，为何到承明殿来？说是关于和氏璧毒案。和氏璧毒案？是，芈八子说事情紧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告退。大王，过来。这手冰凉的，快烤烤火吧。母监，端碗热水过来。是。月儿没事。没事？这么弱的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还往外跑？臣妾只是想到了那个案子，实在在交房殿躺不住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为这事情费心了。这一日躺着无事，就这案子的情形，我问了宫中的姐妹和相关之人，才知道此事不仅牵涉到王后，还牵涉到了国相张仪。不错。臣妾以为那个中行期很可疑，应该重新审他一次。可是太晚了。上午雍瑞来禀报，说那中行期在狱中打碎陶罐，割腕自杀。寡人让雍大夫即刻重审那范谷，得到了些新口供，但是听起来都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中行期曾叮嘱他，这块玉无论多少人出价，到最后只能卖给一个人。那人恐怕是张子。正是。但此玉若是张仪出售，并通过你之手哄抬市价，为何到最后又要返回到张子之手？这岂不是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这就对上了。你看出来什么？大王明鉴，既然那和氏璧是假的，那么关于中行期所说的张子如何盗取和氏璧，如何变卖和氏璧之事，皆应当是假的。你先歇息一会儿再说。既然他们为了设计张仪，那匣中的毒针很可能就是针对张仪，对方必是知道张仪的过去，也知道他会对和氏璧耿耿于怀，所以将毒针藏在匣中暗算。我和王后半路相争，和大王让我们破解匣子的机关，大约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外，只因他们有备而来。当毒针刺中我和元儿，大王彻查抓住中行期后，他们马上又用了苦肉计，把脏水泼到张仪身上。
长子无辜，却是有口难辩。这个雍瑞是如何审案的？差点误了寡人的大事。这也怪不得雍大人，那中行期一伙早就做了算计，又抱着必死之心，只怕换个人审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那蛇毒来得奇怪，你和王后相争和氏璧，你中毒以后，王后就赶紧吃了解毒药。她是秦宫中唯一有解毒药的人。大王，一事且归一事，就事论事。就算王后有杀我之心，我也不能落井下石，指黑说黄，明知其冤，却因为私人恩怨而私心窃喜。金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，乃是楚国3种最毒的蛇。楚国宫中藏有这3种蛇的蛇毒，而宫中秘制的解蛇毒药回龙丹，也是针对这3种蛇毒而提炼的。所以王后的药正巧能解此毒，但未必王后就是下毒之人。依你之见，谁该是下毒的人？臣妾后来又将那假和氏璧拿来细看，发现不但玉质绝美，而且做工精致，都堪为杰作。和氏璧为传世之宝，假和氏璧可以以假乱真。臣妾以为那始作俑者一定是曾经持有过和氏璧之人。这么说，此人应该是来自楚国。说起楚国，臣妾首先想到的是楚王，但楚王天性糊涂，并不是阴毒设计之人。令尹朝阳，可能是他，但不仅仅是他。诸国兵马联手攻秦，楚国派朝阳当统帅，